驗樓單位喺天水圍 Westland Seasons Bay， 客飯廳同埋廚房鋪上易打理嘅地磚，睡房改鋪木地板，手工冇大問題。業主以910萬買入，尺價係13000幾蚊。客飯廳長大約13尺，闊度近9尺，盡頭連接20幾尺嘅露台。雖然係3房連儲物房，但係冇梗廚房，同大多數新盤小型單位一樣，配開放式廚房。一般我哋話開放式廚房冇問題啊，我哋擺張餐台都會揾張牆身去擺啊嘛。咁但係咧，我哋望一望另外一邊啦。嗱，呢邊咧就有一個浴室啊，另外一邊就係客房。呢度咧就冇乜一座牆嘅牆身嘅。咁咧就一去就去到差唔多客廳嗰邊㗎啦，擺 sofa 或者擺啲櫃。咁所以呢邊就擺唔到個餐台喎，呢邊係冷巷又擺唔到喎。咁其實就尷尬嘅，就要做一張咧流動嘅餐台啦。因為流動餐台咧，平時咧你就可能咧就要拍咗埋喺呢邊個櫥櫃邊。但係呢個咧就有一個尷尬嘅，呢個就係一個洗衣機位嚟嘅。咁一日都可能用一次嘅啫。咁你可以喺平時嗰餐台，如果係拍埋呢邊咧，就當我哋所謂嘅中島設計啊。大門入口嘅左手邊樓書標示係第3個浴室，有近50尺，裏面設有冷氣機，開則都幾特別。咁 Vincent 我發現咗咧，呢個單位有呢個位置咧，好有趣啊！我而家身處呢一度咧，就係一個好似工人廁咁樣啦。佢裏面有花灑嘅，有坐廁，好似一個濕廁咁可以沖涼啦。但係你嗰邊咧，亦都有一個天花花灑咁樣，好似有2個旗杆咁喎。其實佢實際個用途係啲咩咧？哇！呢個空間真係別緻啊！點解你企個位咧就傳統一般見到嗰啲工人房嗰啲嘅工人廁，成個企缸嘅佈局喎，全部黐晒下仔，上面有個花灑，地下有個去水位。如果一般嘅平面設計嚟講咧，肯定係工人房嚟㗎啦。咁呢個位嘅闊度咧有成2尺半有多，長度咧內籠咧有6尺有多嘅，足可以擺張床嗱。成個佈局咧，你根本唔會用嘅情況之下咧，其實就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改咗佢。